夏莲溪，我到底是中了多大的运，才让我碰到你？怎么突然说这些？莲溪，1年了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惊喜的？这里离你公司近，这样你就不用睡在公司了，实习也能方便一点。那我这样算不算沾了你的光啊？我可是有你卖身契的人，你自觉一点。欠太多了，还不清了，我把自己赔给你。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有什么能为你做的吗？你就好好赚钱，然后给我还债。最后再把天上的星星买下来送给我。天上的星星吗？我记住了。你紧张吗？你是不是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把自己给我？你洗的冷水澡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身上没热气啊。